終於買咗個 subwoofer 啦。根據官方指示，現在就要更新 soundbar 同埋 firmware， 準備一隻 USB-C 或者 USB-A 嘅手指。檔案系統必須係 FAT32或者 FXFAT 入去隻 USB， 將官方提供嘅 firmware 檔案抄入去，然後之後再退出 USB。如果你係用 USB-A 手指，要使用 USB-C to A 轉接頭，因為soundbar只有 USB-C 先可以更新。之後正式開始，使用遙控器切換 USB mode。再順序點擊播放音量架同音量加，建議唔好撳咁快，每個掣 hold 一陣。之前試過好多次，先撳到去 UPG， 而家更新緊啦。之後就等soundbar去到 100%， 更新完成。更換新嘅發射器 ，subwoofer 入邊會俾埋你嘅。長按靜音鍵。檢查目前版本，只要係 SPA37 同埋 TX004 就可以㗎啦。有返低音之後，即刻返晒嚟，但我發現點解頸枕變咗用唔到？官方表示需要先拎頸枕，我跟住步驟做，唔開subwoofer住，頸枕進入配對模式後，之後再開soundbar拎鍵，發現 soundbar 顯示拎，頸枕依然無法配對。依家係subwoofer可以配對到，但係頸枕配對唔到，我就嘗試將新發射器攞出嚟，再插返舊發射器，見到頸枕即刻配對到，反而subwoofer就變咗唔得。後尾我用返舊發射器檢查一下個版本，發現變咗做 TX003，而當用返新發射器就會出現返 TX004。裝返個官方 App 睇返我嘅頸枕版本係11，即刻同官方反映，官方俾我嘅答案係需要用半價購買一個新嘅頸枕，但係冇其他任何嘅答案。所以喺極度懷疑嘅情況之下，網上咁話有位師兄，佢又有買 subwoofer， 而佢又冇有任何問題，即時所有設備正常使用嘅。以上圖片係師兄提供嘅資料，頸枕版本係12，咁即係話11版本或以下係唔可以使用新版發射器與頸枕去配對。特登用 USB 線啦，插去電腦睇一睇，電腦一個 lock 都冇啊，根本就冇反應嘅。頸枕個 USB 只係充電用途，換句話講係做唔到 firmware 嘅更新。普通使用者根本冇可能透過 USB 電腦升級，都唔諗下要向下兼容。而官方網都冇寫到新發射器唔可以配對頸枕11版本，連淘寶都係。總之加錢買個新頸枕，最終都係買多個頸枕返嚟，要退返個subwoofer，分分鐘仲貴。跟住之前步驟做，而家就可以啦。同一時間可以連接頸枕同埋soundbar，用返 app 睇，新買頸枕顯示版本12，即係之前推斷係冇錯。不過依然 USB-C 插電腦都係只係得供電。對於早期購買可愛用家觀感唔好。如果大家睇緊呢條片，而又係早期買 Thunderbolt Plus， 買之前整檢查一下頸枕版本11或以下就一定要加購頸枕。嚟緊想買整套音響，建議直接係官方買3件裝全套或者2件裝，因為佢出一定係最新版本。市面上因為你唔會知個頸枕嘅版本係幾多，除非你之後唔會加subwoofer，就可以唔需要理會。大家睇完遇到咩問題，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亦都可以 follow 我 IG， 定時有 IT 教學。